唔知你有冇覺得錢係賺多咗，但係依然係好空虛？做咗好多年打工仔，啲錢係越賺越多，但係點解仲覺得空虛迷茫？覺得自己好似停咗喺原地？明明份量都 OK，但點解成日覺得人生好似冇咩方向？搏命做嘢賺錢，但係越賺越空虛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呢個迷思：賺錢 versus 人生規劃。好多人以為人生就好似揸車，油缸入面嘅錢越多，架車就會跑得越遠。其實人生唔係有多就贏嘅遊戲，錢只係汽油，幫你向前跑。但真正決定你點樣跑到理想終點嘅，係你嘅生涯規劃，就好似 GPS 咁樣。如果冇方向亂咁踩油門，你會發現自己冇命享受錢，冇興趣支持，或者冇目標支撐。今日就帶你認識5個駕駛技巧，做個醒目嘅車主，用正確嘅方向駛向理想嘅人生。駕駛技巧1：錢係燃料，生涯規劃係方向。如果一部車只加滿汽油，但係冇方向盤、冇 GPS 嘅話，會點呢？會兜兜轉轉，耗盡晒啲汽油，甚至開進死胡同。所以汽油可以幫你跑得快，但係生涯規劃就好似 GPS 咁，可以帶你想去你想去嘅地方。如果你鍾意穩定，就揀條平穩嘅公路；如果你鍾意冒險，就試下山路飆車。但最重要嘅係，你要有一張清晰嘅地圖。駕駛技巧2：冇人生目標，就幫自己設定加油站。生涯規劃就係幫你設定人生嘅必經加油站。第一，短期站包括學習關鍵嘅技能，例如學溝通技巧等等。第二，中期站嘅話，可以達成小目標，例如儲首期。第三，長期站嘅話，可以設定你嘅人生理想終點，例如開公司或者轉行做創作。每到一個站，就俾自己加滿新嘅汽油。人生唔係鬥快，應該係鬥爽嘅。所以錢等於燃料，規劃就等於 GPS， 興趣係你人生嘅 turbo。今日畫好你嘅地圖，聽日就可以一步步行去你嘅終點。你嘅下一站會去邊度？想同一班人同行揾生涯 GPS 嘅話，請留言 GPS 免費領取。1、5個駕駛技巧嘅詳細解釋；2、生涯規劃說明會嘅優先報名連結。